安平导团导长王芳如3天前伫安平凯台天后宫顶倒推，成为掌门人。为着感谢众神保庇，秉持着处置社会、用治社会精神，决定伫闰月时阵举办感恩祝福财运延寿祈安法会。伊的迄个心愿啦吼，阮站在阮天后宫的这立场吼，当然欢喜这种善事吼，这个正向的这个方向去行吼，所以阮天后宫吼大力来甲支持这个活动。开放报名到达，总共就有3000多人来登记，无论是个人、公司行号拢当报名，无限名额，整个可以完全免费。8月10号当天，也阁提供2200份的发财金、碰饼、平安包、平安糯米、甜寿米、平安水、纪念平安符等免费给 MP。今年是大牛年哦，大家爱会记哩，所以年运较歹。人讲3年一轮，5年相轮，好歹照轮。那希望咱大家拢来这参悟发挥，咱轮着拢是好的。所以我们有德与善的正能量，那我们推行行善正能量。擂台除了进行中央的发挥可以，到时庙外嘛会有济美食单位。南泉冰果室提供2000瓦的水果冰，互信众免费品尝。祈安发挥用创新的模式，希望弘扬妈祖慈悲精神，增进社会对着道教文化的认捌甲参与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